好，各位大家好，今日係2025年嘅6月19號。經過咗咁耐嘅股市呢，當然個市場變化都幾大嘅。最近針對恒指，首先喺以往嘅角度嚟講呢，喺個幾兩個月嘅時間回頭睇都幾強啦咁，但係更加重要關注嘅係強完呢個零兩個月之後，往後嗰個市況會係點樣呢？我認為短期內可能有一定回調嘅風險但係唔等於呢個升市完結嘅。咁不過我哋可以討論翻短期內嘅事情先。首先要理解港股嘅狀況，我哋要先了解下港股市場最近一個好大嘅變化，就喺短短嘅兩個月時間之內呢，你見港元對美元係同時間出現咗強方同埋弱方保證㗎。咁當然點解會有個咁嘅情況呢？首先就要講翻5月嘅時候，所謂5月嘅時候，大家見到而家個成交量都知啦港元係非常受到國際資金嘅支持，亦都有大量嘅資金流入咗港股，咁所以呢，先會出現咗一個所謂嘅久違嘅強方保證啦咁而喺恒指嘅成交量，其中一點都可以反映到噶啦。你見而家個成交量閒閒地每日2000億起跳噶啦，講緊喺2年前仲係1000億唔到嘅水平而家2000億已經算少大概你平均每日2200億至2400億係做到俾你嘅。咁喺一個市場咁多水嘅情況之下，港元先靠近強方保證，但係一靠近強方保證嘅時候，利息當然係要調配啦。同時就係所謂嘅香港市場水浸，咁所以我哋先講結論就係港元由強方保證去翻弱方保證，唔係港元嘅問題嚟嘅，而係個市場實在太多錢啦。我哋可以睇到咧，由5月份開始咧，本身香港嘅 HIBOR 咧同美國係基本上係好接近嘅。就算係低少少，都係所謂嘅爭啲啲嘅啫。而而家你要諗下，美國嘅國債利率仲係3.幾個 percent 啦，但係因為香港水浸，因此其實喺香港市場咧，銀紙嘅 time value 基本上係唔值錢啦。因此你見 HIBOR 咧佢跌到接近0嘅水平同時我哋一路有合作開嘅 IB 啦，盈透證券都有個好直接嘅現象反映㗎。就好似我哋之前所講，盈透證券你擺夠一定嘅現金，就算你嗰下唔買股票咧，佢都有利息俾到你嘅。好似美元以一個觀望嘅參考咧，佢只係基準利率減0.5% 嘅啫。換言之，你擺美元嘅利息咧，都仲有3.8幾個 percent 嘅。咁你見其他貨幣咧，有啲會高啲啦，有啲會低啲啦。但係有其中一個係最低嘅咧，就係港幣啦。建議一個利息咧係0%。換言之，無論係銀行啦、國際市場啦，目前係冇人需要港幣嘅，因為原因係港元水浸。咁你諗下呢件事其實唔 make sense 噶。港元因為突然間吸引咗大量嘅市場資金，大部分資金流入港元，但係亦都同時間導致港元同美元嘅基準利率咧係爭咗接近4%嘅。所以既然咁嘅情況之下，港元仲靠近強方保證，市場呢一個自動嘅調節呢就會將港元去翻弱方保證嘅水平，亦都將多餘嘅錢呢，大概係多咗1000幾億美元等值嘅港紙呢，就慢慢沽翻出去嘅。去到所謂嘅弱方保證，咁換言之，金管局係會買入港元沽出美元。其實對於港元嚟講呢，金管局買入亦都係接近可以理解為呢有個市場度慢慢消失咗，因此咧，其實市場上面嘅港元咧，近期我哋可以預料嘅會慢慢咁樣消失。逢親港元咧慢慢減少嘅情況下咧，以往個股市嘅表現相對會弱少少嘅。但係你要知道呢個非戰之罪嚟噶，唔係香港金融系統嘅問題，亦都唔係市場資金唔受到歡迎嘅問題而係一個自動嘅市場調節機制。尤其出現咗一個咁大嘅升幅狀況下面呢，咁我認為如果由而家開始回調會一個健康嘅回調咁我可以俾啲例子嘅。上次出現呢個情況係幾時呢？類似就係2022年嘅7月份到10月份，你可以了解翻呢，有機會個市呢就變翻一個咁嘅情況2020年至2021年呢，我哋可以理解為一個大牛市嘅狀態嚟嘅。但係大牛市呢，中間亦都稍為有啲波動啦，有啲嘅回調啦。其中一個相對最明顯，同時同而家一樣啦，港美股市出現咗一定嘅息差而港元呢亦
都個 HIBOR 接近零嘅狀態呢，你見個市呢係會慢慢回嘅。當然事後睇佢只係一段小回調下，但係如果淨係睇呢3個月呢，佢回調嘅幅度亦都唔係咁容易承受啊。咁因此呢，其實我哋最近個 Patreon 都有 update 到噶啦，喺早2日都開始係講翻啦嚇，個市嗰陣呢仲喺24,000點以上嚇，而家你見基本上已經係跌咗500點左右嘅位置。往後嘅一個短時間內呢，可能以一個調整為主啊，始終由下方累積嘅升幅亦都相對比較大啊。同時我哋一陣亦都會睇到個股呢，唔少優質嘅股份累積咗唔少嘅升幅噶啦嚇，估值亦都係相對地拉得比較高，咁所以反而回氣對個市場會比較健康啲啊。詳細關於歷史嘅評估呢，我認為可以參考2020年嘅7至10月份。不過而家有少少唔同嘅係呢，就係當時係一個環球低息嘅狀態，咁所以香港 HIBOR 0呢，對於國際間個影響會冇咁大啦。但係問題係而家環球個利息嚇，即係唔算最高嗰陣嚇，但係都有2至4個 percent。咁喺有2至4個 percent 嘅時候，你香港而家嘅 HIBOR 嘅利息係接近0嘅。換言之咧，如果我係唔諗住投資住嘅，我淨係諗住擺現金嘅，淨係呢段時候我哋嘅期待年回報咧係爭咗2至4個 percent 噶啦。咁講緊如果對一啲係成熟嘅基金嘅種類嚟講咧，2至4個 percent 係攞命噶啦嚇，你個 bonus 都爭好多倍噶啦。OK， 好，咁跟住落嚟就 update 個資金方面啦嚇。咁但係同時嚇，既然啱啱咧我哋用到 IB，咁我哋都盡量講翻啦。其實 IB 係真係比較適合你比較常做投資嘅用戶啦嚇，當中有幾大好處嘅。第一，界面比較專業啲啦，佢入面嘅 scanner 啦、filter 亦都會相對地比較係專業啲。第二，手續費比較低。第三，環球嘅所有市場咧你都可以去炒，而且入面嘅匯率咧都係講緊係基本上全市場最好嘅位置噶啦。更加重要嘅係好似我啱啱所講，如果你入面擺比較多嘅現金嘅話咧，IB 係會計翻利息俾你嘅嚇。例如大過1萬蚊美金呢，你就算純現金擺喺度，暫時睇定啲唔想入市住呢，美元係俾到接近4個 percent 嘅利息嚟嘅。咁所以有興趣嘅話呢，我將 IB 嘅連結放咗喺留言區置頂嘅位置啦，有興趣可以自己過嚟睇下。咁接下落嚟我哋講翻啲個股嘅狀態啦嚇。近排嚟講呢，我哋認為個股市普遍個資金呢，特別喺港元去翻弱方保證嘅時候呢，我哋見到係幾多嘅外資開始係流出噶啦。咁我哋逐個大概講下啦嚇，大概一啲最主流嘅股份同埋有機會或者我哋比較睇淡嘅股份都會提到啊。首先呢，就當然係港股最大嘅科技板塊。咁之前一路都提到啦，700係屬於基本面最穩嘅股票嚟嘅。到而家我完全唔否認呢樣嘢啊。你見呢，就算最近可能係個上升有啲嘅阻滯啦，但係基本上維持喺一個高位橫行嘅狀態。咁不過必須要坦白嚟講嚇，中長線呢，呢個睇法唔會改變嘅。但係短期嚟講，我哋見到最近騰訊有少少嘅資金流出。咁反而目前市場呢，比較好嘅就係已經係調整咗一陣，唞咗氣一陣嘅1810小米，係科技股入面呢，可以話係唯一一隻資金仲係相對地個留戀程度比較高嘅。咁有3隻股票呢，我近2個月、3個月呢都係覺得會睇淡啊，或者叫跑輸啦。準確啲嚟講，就係2間公司爭緊而家外賣市場嘅9618同埋3690啊。因為喺中國嘅角度呢，我哋一路對於科技股中長線嘅擔心都係你個市場就係14億人啦嚇，一個糖水滾糖魚嘅狀態。如果你冇乜革新嘅科技，你未來點樣創造價值呢？咁而家就係京東參一隻落腳落去，嘗試同美團去爭奪個外賣嘅市場。第一，喺整體嘅經濟環境係冇改善過糖水滾糖魚嘅狀態，甚至咧係有啲內捲嘅嫌疑啦。美團當然係個好大嘅受害者，有一個基本上獨市嘅生意，本身壓制餓了麼噶啦，而家又多一間京東去爭奪個市場啦，固然唔係一個好嘅消息啊。但同時間咧，亦都代表京東咧，好似就缺乏咗一啲發掘新市場嘅能力，亦都暗示咗咧，同樣係電商嘅阿里巴巴咧，其實我認為個市場觀感都唔係咁好。咁而事實上近2個月反映嘅資金咧，都的確係麻麻地嘅。咁所以你見咧，同樣係科技股咧，騰訊高位橫行嚇，直接最影響嗰2間公司咧係低位橫行，同時咧9988都你見係個走勢
都比較軟弱無力啲啦。咁整體個邏輯就係咁啦。咁所以未來嚟講呢，主流嘅科技股，我諗2025年都係睇住700同1810呢兩隻啦。咁另外呢，最近就我哋一路都強調嘅388，咁當然個表現非常好啦。咁其中一個好大嘅原因呢，我哋提及過好多次噶啦，就係一個點解388會咁好嘅原因係，喂，而家我哋嘅50日平均成交量係差唔多2370億。咁嘅狀況下面，講緊已經比2022年係升咗2倍以上啦。港股市場原來起碼唔係冇人炒嘅市場，一個咁大嘅基本面逆轉呢，咁388表現出色係一定噶啦，呢個 OK。咁但係都不能夠否認下，最近呢啲位置呢，有一定嘅資金流出，亦都我哋見到類似一啲食糊盤啊，或者純粹因為港元個 HIBOR 低，夾翻藥方保證呢，有啲資金去逃出啦。咁另外呢，有個板塊我覺得最近麻麻地資金亦都有啲流走就係汽車嘅板塊啦。尤其係咧，大家會針對最近中國嘅車越賣越平啦，即係大家所謂嘅國內價格戰。而且雖然話汽車咧就叫做一個唔同牌子有唔同嘅優勢，但係中國目前國內嘅汽車品牌咧真係太多啦。咁如果大家你爭奪嗰個價位全部都係15至20萬以下嘅車款嘅話，咁嘅市場爭奪狀況下面，每間公司總會分到細細嚿餅嘅。咁對於喺呢個價位嘅汽車嚟講呢，其實絕對唔係一個佢哋樂見嘅市場狀況，只係呢個板塊係越嚟越內捲，越嚟越一個價格嘅爭奪狀況嚟講呢，咁基本上只係一個稍為惡性競爭嘅狀態啦。似乎最近市場無論係輿論都比較多提及呢件事啦，同埋資金上面呢，尤其係比亞迪之前除證期間呢，我哋都見到一啲財技式嘅沽盤，咁所以我哋去暫時考慮呢個板塊呢，就未必咁好啦。反而最近市場資金最多睇嘅板塊呢，全部都係一啲收息嘅板塊，尤其最近呢，係香港入面嘅收息股份呢，係更加叫做受市場歡迎嘅。咁其中一個原因可能係HIBOR 短短2個月由3跌到接近0。咁作為稍為啲替代品，同時成交本身都唔係話特別高嘅呢啲股票呢，自然就突然間引入咗好多當係 substitute 咁樣嘅買賣啦。我哋見到資金幾集中喺例如係港銀啦即係咩叫香港嘅收息股呢？例如係6823啦或者當然係佢嘅2638啦，甚至係其他啲I 邊嘅高息嘅選擇啦，例如係長和甚至係電能實業甚至係煤氣等等呢，全部都有幾大量嘅資金進駐同埋大家都可能未必有留意噶啦，就係一啲香港收息型地產股，當然要質量比較好噶啦，例如係778、置富等等呢。我哋最近喺 Patreon 都一路係好強調呢啲股票嘅，咁呢個走勢都的確係最好當然特別去揀 risk 嘅話呢，你要注意翻啦。例如係冠軍嘅依類型本身出租率比較低係個物業嘅競爭力嘅問題嗰啲呢，你大家都可能要小心少少。咁但係如果相對地比較優質，又係依個嘅質素入面呢，我認為整體都唔錯咁除咗香港嘅收息型股份之外呢，其他係內地一樣有高息特性嘅。其中一個好亮眼呢，就係2628同埋1336啦，呢啲係平安以外嘅內險公司呢，最近都係的確係有大資金去集結喺呢啲地方嘅，咁所以呢啲嘅升呢，我哋唔會話乾升嘅，反而係可能有啲嘅大戶嘅部署啦。咁另外最近呢，就之前轉差咗少少嘅，但係最近又行翻靚啲啦嘅內銀股啦，又係收息性質好重嘅股票，呢啲都係市場最近比較集中關注嘅對象啦同時呢，最近有個都討論度幾高嘅以泡泡瑪特為首嘅新消費行業啦。咁當然你話除咗泡泡瑪特有冇其他呢？類似325呢啲股票都係類似性質啦，咁但係我哋以泡泡瑪特為首啦。泡泡瑪特咧最近當然個話題性好高，佢係唔係一間好嘅公司呢？我亦都完全唔會否認。
特別我喺上年嘅時候我都寫過啦，呢間公司嘅發展前景係的確好好嘅，商業模型亦都好好，係事實嚟嘅。但係你問我到依個 moment 就話你升到82都算啦，你升到85都算啦，你升到180都算啦，你升到262，到底喺我哋做分析師嘅角度嚟睇，佢而家算係一個咩狀態呢？坦白嚟講，如果客觀嚟講，260幾蚊3500億嘅市值，就係透支咗未來大概係3至4年嘅成長潛力去估算出嚟嘅估值嚟嘅。而家280蚊、260蚊咁嘅位置，就係透支咗未來3至4年嘅估值，先會計到呢個數嘅。因為以泡泡瑪特呢，而家嘅講緊盈利能力又好啊，佢而家嘅收入能力又好啊，好明顯喺2025年嘅角度係唔會值呢個錢嘅。其實呢，我覺得有啲似第一，你問呢隻股票會唔會而家跌落去呢？坦白講，我唔會咁答你嘅嚇，因為呢啲股票係估唔到頂嘅。但係呢，就有啲似係2020嗰一波嘅當年嘅新消費股，泡泡瑪特係屬於2025年嘅新消費模式。咁而5年前都有一批係所謂嘅新消費模式，例如係2020年5年前啊，李寧啊嚇，或者唔好講呢啲老品牌啦，海底撈係咪當時興起㗎？同佢相關嘅怡海國際啦，係咪？甚至當時係同樣系列嘅，例如係9922啊、9毛9啊、520啊、呷哺等等啊，都係當年興起嘅。喺2020年嚟講係屬於新消費類型嘅板塊。當年喺個氣氛好嘅襯托嘅時候嘅，講真，你回頭睇520當初係26個幾，而家係幾多啊？1蚊都冇。OK，你都會去暗示到，唔係話佢冇升嘅潛力嚇，甚至佢升到最頂嗰啲好開心添。9992，我唔係話佢而家會跌，但係你要認知佢的確係透支咗未來幾年嘅一個上升嘅潛力㗎啦，所以未來呢啲股票，我認為得2個方案，一係就你而家坐入去坐順風車，一係呢你就唔好係等呢隻股票，你唔好問我幾錢可以買啦。到真係我哋認為可以買嗰個價格呢，可能既然佢係一個超越式嘅上升，佢亦都好可能有個復仇式嘅暴跌，跌穿低於佢應有價值好多嘅位置呢，係絕對有咁嘅可能性嘅。到最後呢，我哋有少少嘅黑馬，我哋認為個資金都比較好，可以分享下嘅嚇。但係整體個市場大圍呢，由於係港元已經去翻個弱方保證啦，可能未必係咁好。咁但係如果有個別嘅股份大升嘅話呢，咁你要叫我去督幾個板塊嘅話呢，其中一個我會估有機會係內房啊，甚至啲細間少少嘅，例如係3900啊、960啊，因為最近呢啲沉寂咗咁耐嘅板塊呢，如果喺香港地產股一定嘅彈力之下嚇，甚至係呢啲股票，你知一升咧都可以好犀利噶啦。如果真係有暗湧嘅話呢，我認為有機會去到內房呢一類嘅板塊啊。咁另外呢，一啲嘅航運類型嘅板塊，例如係2343啊、1919啊等等啊，我哋認為最近都幾多嘅主力嘅注碼去流入呢啲股份嚇。當然我唔覺得佢係一個長線嘅投資，但係佢反而係一個中線咁嘅計法啦。唔知會唔會係亦都因應咗特朗普，如果個美國、歐洲等等嘅關稅搞得越演越烈嘅話，會唔會反而有利翻中國嘅航運業啦？有咁嘅可能性。咁另外一啲個別基建股啊，例如係1186啊嚇，或者係同樣系列嘅390等等呢，最近都有啲嘅資金慢慢咁樣聚集嚇，尤其啲成交量相對地比較低嘅股份呢，有機會如果有資金聚集，就可能嗰個真係有入場意願嘅成數都幾高啊！好，咁我哋暫時呢就將而家嗰個嘅市場嘅狀況啦、重點嘅消息、外匯嘅影響、未來呢嗰個升跌嘅狀態，大概都講得好清楚啦。如果中意我哋嘅分析嘅話呢，亦都可以用80蚊一個月嘅價錢去 join 我哋嘅 Patreon 嚇，咁嗰度會有更加多嘅分析。咁我哋最近呢2個月呢，不斷都係講幾類嘅板塊㗎啦，表現都唔錯啊嚇，700啊、388啊、高息股啊等等。咁所以如果大家中意呢類型嘅分析嘅，歡迎喺 Patreon 見到大家。中意條片嘅話，記得 like 條片 subscribe 我哋 channel。想了解下個盈透證券嘅嚇，亦都想試下買一個 step 嘅，做個專業投資者嘅，亦都可以去至少認識下盈透證券係咩嚟嘅先。好，我哋今日嘅內容先到呢度，我哋下一集再見。